小光，哎，闻着味儿就来了，还进来呀？叔叔阿姨好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这怎么站这儿干什么呀？你来，进来。怎么还带着行李来的？叔叔，来，叔叔我就不吃了。哎呀，来吧，来，我真不去。这，哎，我是来还你门钥匙的。哎呀，出去说。钥匙给你。那我直说了啊，看了直播来的吧？什么直播？包租婆节目，陈潇采访啊。哦，他去的。我没看。啊？照相馆的钥匙，老放我这不好。啊。